白河17号蓝天宫5号下晡闹热滚滚，超过300多位正格信众伫遮进行68万创业奖的决赛，大家依照顺序依跋杯，过程紧张。随着杯数愈来愈悬，也互气氛来到高潮。不过上厉害，还是受到本府潜水青睐，住伫咧桂林从事保险的黄志远连续拔出财神杯。乖，加油！乖啊！主委彭中金凤表示，本府潜水钦点的创业奖得主拢是少年人，就是希望会当帮助因事业发达。今仔本府潜水来奖励这位少年有个引导做来有这个创业金有够欢喜的心情这个少年来本府潜水在点灯2拍点名，来互本府潜水来赐福这笔创业金是听讲是第一桶金无够满来讲，但是是有够赞的赞会当互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新希望。幸运得主表示，这笔钱除了是用来结婚以外，也会用来做投资。伊也当场捐出10万块，予蓝天宫添油香。很紧张，因为这笔钱其实也不是小数目那我会捐10万出来做功德，给千岁爷，让他去帮助更多的信众。虽然头奖已经被提起，但为了让无正格信众有再出的机会，白河17号蓝天宫佫加码，伫2月12号佫有价达48万货柜屋，会当互信众试收去。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